一係就拍手，一係就點立，或者係即係睇穿條，嗰個底穿條立手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咁而家我今日就係講橫拍先，講橫拍，或者叫內門拍手。其實我拍手，好多人咧就話我呢一個橫掌究竟要做幾大動作先至可以夠影響到對方咧？其實咧呢個橫拍動作咧，有好多人咧可能初學啦，或者甚至乎做咗一段時間咧，佢驚對方會喺佢做拍打嘅時間反打我咧。我呢個動作會做到好大，我做一次嘅，拍到腦連咁樣。咁拍呢個動作咁大，係咪話唔啱咧？我唔可以話佢唔啱，但我只係話佢做得唔夠好。點解咧？因為如果我橫拍動作好大，一拍到咁遠，我下一拳要做嘅時間，我呢一隻橫拍嘅手去呢個距離唔係好遠，明唔明白？同埋實際上即係需要將個手。將對方個扶手完全攞開晒身體，先為之一個好嘅拍手咧，就唔一定。詠春拳其中嘅特色就係以密度取勝，用密度取勝，即係話我要喺佢呢個有限嘅空間裏邊，我盡量將個密度提高。但係當我密度提高之餘，我就一路要進攻同埋一路要防守，一路進攻一路防守。咁所以咧，通常內門拍打就會配攤打嘅，內門拍打會配攤打，即係咁做。喺呢個情況裏邊，我永遠都會有一邊手係控制住對方一邊手，即係話我拍完呢邊手之後，我單手控制對方嘅雙手，我做完呢個動作，我搏落去係個攤打嚟。呢個時間對方雙手都喺我控制之下，明唔明白？一個好嘅動作咧，永遠都係會控制住對方嘅情況之下做嘅。如果你拍個動作係打到對方，但係相對你對方個牽引性係比我弱嘅話咧，其實個動作係應該有問題。一定要係個動作要重複，我要壓制住對方。明白？明白。如果手踭發力嘅時間咧，我就可以控制到我冇掉踭嘅情況，我膊頭唔會升起，明唔明白？因為如果我係膊頭或者係手腕發力嘅話咧，我喺個打動作嘅時間，我有機會吊起隻手。咁我吊起隻手嘅時間，我相對比對方嗰個壓制力唔係冇咁大咯，佢可以起棍或者起綁手燒佢我。但我試一試，我而家吊高嘅手打，你燒唔到，好容易做。我吊高咗，我力量已經去晒呢度，我冇一個壓制性嘅力量俾對方。再做一次，佢好唔做。但係調翻轉，如果我係有一種壓制力量向前嘅話，做個內拍，佢要做一個反應，相對比較難。其實任何一個詠春嘅動作都，如果我同對方有身體接觸咧，一定會有個反作用翻嚟。咁拍手嗰個反作用咧，就應該係喺我拍左手啦，會翻返我左腳。咁即係話我做呢個動作嘅時間，我要坐翻馬，重心轉移。我由一個正向嘅角度，正向嘅身形角度，將我拍對方嘅伏手嘅時間，個反作用翻我條腳。拍嘅時間，睇住喺呢個環境。我橫拍嘅時間，因為我轉咗馬，所以我呢一條手掌唔會離開我膊頭。其實同我啲橫掌打出呢個動作一模一樣嘅，橫掌打出斜掌一樣啫嘛，都係同一個動作嚟嘅，即係角度上有少少差異。即係如果呢度我直視佢開，明白？即係一樣咯。就係你有人會將呢個動作解為沉步360一樣嘅，只要你唔好過你嘅身體，唔好過，即係我唔會向呢度噶嘛。詠春拳冇一個動作係教我咁樣做嘅，極其量斜向、小拳頭橫向，你睇得唔一樣？呢個動作唔一樣。我做翻第一下，呢下橫掌打出，手踭大手臂，踭大手臂。